当下菩萨吩咐马郎先行回去，具体成婚。入门之后，菩萨确认小手神通，变成佛的模样，并且其肉立刻不烂。马郎通欢喜了一场，到此也只是没法，就将尸体去葬了。大家闻知此事，感觉自己庆幸，把以前的傲丧却全抛了。马郎道：“你就是不取故，简直就把菩萨教他的3种经文念诵消遣，觉得津津有味，有些感悟。再说菩萨自多生而去之，时隔数月，见马郎悟性已开，变化生畏。一个和尚前去找到马郎，与他谈论佛法，只是离经，然后问起他娶妇之事，马郎一一告知。菩萨道：“你可知那美女毕竟是谁人啊？”他却是南海普陀珞珈山观世音菩萨呢。他却特地到此事现感化于你的，你一不信，可同你将坟刨开来，一验他那如何，就可知道了。马郎果真带了一把铲子，来到坟前，扒开来一看，不觉大起过望。正是佛法如明镜，有缘度众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